前几天在 Threads 看到一个超好笑，就一些人就打那些不知道什么文章那边引战，就是很明显就是要说什么哦，这个字麻烦拜托是这个读法，不是这个念法，然后就永远就一定有台湾人跟香港人在那边骂。Threads 的演算法非常容易制造冲突，他故意推你不喜歡的東西給你看，或者是低智商的東西給你看，讓你覺得這個太蠢了，我一定要出來嗆他一下。之前有出過新聞話 Facebook 以前喺入邊做過嘢嘅人承認咗佢哋嗰個演算法係比較 prefer 衝突嘅。你有冇發現一件事啊？自從用咗 Threads 之後，好似好多地方都變得更容易嗌交，尤其是好似港台之間，一開始可能只係一句用詞不同。最後卻變成整個留言區係對立，但問題係呢個真係人變咗咩？定係我哋睇到嘅嘢本來就被挑選過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Simplife HK Channel。而家打開 Threads，其實好容易睇到一種內容，唔同地區互相吐槽、嘲諷，甚至直接開鬧。有時候只係一個用詞不同，一個生活習慣，甚至一句普通嘅分享。例如台灣人將 Threads 讀成吹，香港人話台灣人唔識英文，而且譯音跟英文差好多。台灣人反駁香港把巧克力念朱古力，亦跟 chocolates 差好遠。最後留言好快就會變成：你哋香港人都台灣人係咪都從一個人變成一整個群體？久而久之，你會開始有一種錯覺，好似大家真係好對立。但呢度有一個問題，呢啲聲音真係代表大多數人咩？定係只係最容易被你睇到嘅嗰部分？要理解呢件事，先要睇平台本身點樣運作。喺 Threads， 你睇到嘅內容其實唔係你自己揀嘅，而係系統幫你選㗎。佢唔似以前嘅社群平台，係你追蹤邊個就睇邊個。Threads 更加似係一個不斷將可能讓你有反應嘅內容丟到你面前嘅地方，而且佢有幾個好關鍵嘅設計，內容好短，發佈門檻好低，留言區權重好高，地即係話，只要一個內容能夠讓好多人留言，佢就更容易被推上嚟。咁演算法到底係睇乜嘢？其實好簡單，3件事：停留時間、互動數量，仲有反應強度。重點係佢唔在乎你係喜歡定係嬲，只在乎你有冇反應。你可以想象2種內容，一種係好理性嘅分析，你睇完點個頭，然後劃走。另一種係俾人唔舒服、有爭議嘅發言，你睇到之後會想留言、反駁，甚至嗌交，結果會點？第2種一定被推得更遠，所以喺呢個系統裏被放大嘅，往往唔係最準確嘅內容，而係最容易引發情緒嘅內容。然而，問題並唔只存在於平台本身，更深一層嘅原因，其實在於人嘅心理機制本來就容易被呢種系統放大。首先係所謂嘅負面偏誤 （negativity bias）。心理學研究指出，人類對負面信息嘅敏感度普遍高於正面信息。情緒中最難控制嘅通常係憤怒同強烈恐懼，佢哋往往伴隨心理上嘅快速反應。呢啲情緒常在瞬間爆發，俾人失去理智，無法冷靜。換言之，一句帶有攻擊性、嘲諷性，甚至只係令人感到不適嘅留言，往往比大量中性或者理性嘅內容更容易引起注意與記憶。喺呢一種情況下，即使整體討論仍然係理性嘅，個別帶有情緒嘅內容仍然會喺感知上被放大。久而久之，人們對整體氛圍嘅判斷便會傾向於認為呢度充滿衝突同對立。第二係身份認同 （social identity）。當討論開始涉及地區、文化、語言甚至價值觀時，個體往往唔再只係以旁觀者嘅身份參與討論，而係會將自己代入為某一個群體嘅成員。喺呢一種狀態下，言論不再只係觀點嘅交流，而會被理解為對自己所屬群體嘅評價。於是，一句原本針對個人嘅評論，好容易被解讀為對整個群體嘅否定，而回應嘅動機亦會從討論事情轉變為維護立場，甚至防衛身份。當對話進入呢一種結構嘅時候，衝突幾乎係不可避免嘅。第三係即時反應所帶嚟嘅認知捷徑 （cognitive shortcut）。喺似 Threads 呢類節奏快速嘅平台上，用戶往往係喺極短時間內接收資訊、產生情緒並作出回應。呢種模式會大幅壓縮思考與反省嘅空間，使人更依賴直覺與情緒嚟作出判斷。換言之，我哋並唔係喺經過完整理解之後先回應，
而係先產生反應，再為自己嘅反應尋找理由。當大量用戶都以呢種方式互動時，理性討論便會逐漸被情緒反應所取代。呢啲心理機制並唔係獨立運作㗎，佢哋會喺平台嘅設計同演算法嘅篩選之下，彼此強化、交互作用。負面偏誤使情緒內容更容易被注意，身份認同使個體更容易進入對立，而即時反應則讓呢一切喺極短時間內不斷循環與擴散。結果原本只係零散出現嘅情緒與分歧，喺不斷嘅放大同重複之中，逐漸被感知為一種普遍現象。事實上，呢種平台設計並不僅僅係使用者嘅主觀感受。喺《失控的焦慮世代》一書中，社會心理學家 Jonathan Haidt 指出，現代社交媒體平台嘅本質係一場對注意力嘅競爭。平台嘅設計目標並非單純為咗提升用戶體驗，而係透過各種機制盡可能延長用戶喺平台上嘅停留時間。因為停留時間越長，用戶接觸嘅內容越多，平台所能產生嘅商業價值亦都隨之提升。而呢一種設計邏輯近年亦都開始喺現實層面受到質疑。早前，美國洛杉磯一個陪審團作出一項前所未有嘅裁決，支持一名因童年時期沉迷社交媒體而起訴 Meta 及 YouTube 平台嘅年輕女性。陪審團認定擁有 Instagram、Facebook 同 WhatsApp 嘅 Meta 以及 YouTube 母公司 Google 刻意設計具成癮性嘅社交媒體產品，並因此對一名20歲女性嘅心理健康造成損害。最終，該名女子獲判賠償600萬美元。當連法律層面亦都開始承認平台設計可能對個體造成影響時，一個更根本嘅問題便隨之浮現：究竟咩類型嘅內容最能有效吸引用戶停留？答案往往並非最理性、最客觀嘅內容，而係最容易引發情緒反應嘅內容。當平台嘅設計使內容能夠被快速生產與消費，演算法則持續篩選出最能引發互動與情緒反應嘅內容。而人類本身又對負面資訊與身份認同特別敏感，呢三者結合之下，所產生嘅並唔只係單純嘅資訊流動，而係一種會不斷放大情緒、強化對立嘅運作機制。喺咁樣嘅機制之中，衝突不再只係偶然出現嘅結果，而係更容易被睇見、被擴散，甚至喺不知不覺間被塑造成主流。相對地，嗰啲理性、溫和、需要時間理解嘅聲音，則更容易被忽略、被淹沒。當用戶不斷接觸到呢一類高情緒、高對立嘅內容時，便會逐漸形成一種認知上嘅偏差，誤以為呢啲聲音代表咗大多數人嘅立場，甚至將個別經驗投射為整體群體嘅特徵。而呢個過程並唔會停止於單一次嘅接觸，每一次嘅點擊、停留與回應，都喺度進一步強化演算法嘅判斷，使相似嘅內容被持續推送，形成一個自我強化嘅循環。最終，用戶所接觸到嘅資訊環境唔再係多元而平衡嘅現實，而係一個經過篩選同放大嘅片段世界。喺呢個世界之中，情緒比事實更容易傳播，立場比理解更容易被睇見。因此，當我哋討論所謂嘅對立加劇嘅時候，或許問題並不在於人本身變得更加極端，而係在於我哋所睇見嘅現實早已喺不知不覺之中被重新排列同放大。當我哋習慣用情緒去回應情緒，用標籤去理解他人，甚至喺尚未真正理解對方之前就已經選擇站隊，我哋所參與嘅可能已經唔再係單純嘅交流，而係一個由平台、演算法與人性共同構成嘅循環。喺呢個循環之中，每一次停留、每一次點擊、每一次回應，都喺無形之中強化咗佢嘅運作。我哋以為自己只係喺觀看，但係同時亦都喺參與塑造呢個世界嘅樣貌。所以，亦都值得思考嘅係，當你下一次畫到一條讓你情緒起伏嘅內容時，你所面對嘅究竟係一個真實嘅他人，定係一個被演算法挑選出嚟最容易引發你反應嘅片段？而你此刻嘅回應，到底係表達自己嘅想法，定係只係喺回應一個早已經被設計好嘅情緒？